4月10號夜晚10點半食呢個原來叫做咩啊？日清凍冰味肉汁即食烏冬，咩熱湯5分。5月12，真係好似黑味道嗰啲喎，就咁倒落熱水就得啦。加雅菜筍加葱，佢呢隻杯好似係膠杯，可以洗完回收都得，好過發泡膠。呢個都幾好食，但係13個半就呢個價錢就唔抵啦，4個半就 OK，抵食。佢啲麵質唔知道係咪淥得唔夠耐，定係點咧？好似怪怪地，煮嗰隻就好似大碗嗰隻就好食啲，可能呢個係烏冬，好似未食過呢隻嘅烏冬，同埋撈烏冬食過，湯烏冬之前都食過。